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阳春3月，春意浓浓，拉祜山乡岁月峥嵘。今天我们相约，今天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拉祜山乡，共同欢度澜沧拉祜族自治县2006年葫芦节现在举行开幕式。下面请中共党团协会副主席、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县长石春英同志致辞。我出口，我八口，而天人地口，要说啥？你现在搞口味，哪个嘴味？而不然你不这个路呢？最后，那代表那个秦国威，你把的拉祜族自治县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了解47万家口下新公布检查功劳的我教育我小班地的他莫大不大他来讲大家你们国家我不知道的人。下面有请中共思茅市委副书记、市祝贺团团长谢伟同志致辞。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盛世太平，走金光大道。芦笙恋歌，迎葫芦佳节。在这生机盎然、百花争艳的美好时节，我们迎来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2006年葫芦节及云南省民族协会拉祜族研究会的隆重召开。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思茅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澜沧县各族人民和拉祜族研究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良好的祝愿。向前来参加活动的国内外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赵莹同志宣布澜沧拉祜族自治县2006年葫芦节开幕。澜沧拉祜族自治县2006年葫芦节开幕。